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今日甲各部会到花莲参观府受灾户甲产业开座谈会。观光业者要求中央要优先补助花莲的观光进行观光。郑文灿讲，控诉控三中建方案目前有编285亿5千万，观光相关的补助会提早伫6月启动，赶紧解决问题。议员在场哈。 交通部观光署初二宣布进行花莲观光方案，7月初一起，花莲台东自由行甲团路拢有补助。宜兰观光业者今麦也希望会当方达至进行案。虽然花莲是灾区，但是依然是受影响的区域样子，而且还蛮严重的。观光署第一时间的决定引起花莲业者的不满，这期这套式的补助到底要求的是花莲，也是其他的县市。另外，政策7月初一才开始上路，敢是伤慢。 确实有70%以上的民众跟旅行社是希望把团带到台东去，这一点是我们业者一直很担心。为什么一个振兴案还要看日子，看到7月1号去呢？我们这些业者每天开门，就是有一群的员工要养活。对此，郑文灿表示，观光补助方案已经提悬到15亿8400万，佫会提早伫6月启动。强调中央已经针对房屋财损、规楼重建、都市更新、逐层补强、重建啊修缮等补贴提出方案，若佫有需求，会当佫讨论。那这些方案总经费是285亿5千万元，那各部会都有。那当然有些方案的这个施行计划，那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确定。那我们也想听取地方上的意见。整个285亿里面的预算，其实一半以上都是公共工程的修复。那个在公共工程委员会里面，我们各个地方政府都会报到上面去。其实不应该把它列入0403灾民重建的这个部分里面。亲像伊强调一寡关键问题，包括公铁和重建每平补助12万，敢会当提悬到24万，甲逐层补强方案，敢会当将款认定等，行政院拢无具体回应。对此，郑文灿强调，未来会伫花莲设置中建办公室，各部会也有单一窗口，同齐甲官府将在后的工作做好。记者综合报道。